永東葵芳新都會廣場站嘅乘車指引嚟啦，小編帶你行一轉，睇清楚永東服務櫃台、大巴上車位同埋珠海澳門線豪華小車嘅上車位置。永東嘅服務櫃台喺新都會廣場右二，大家樂對面，喺商場服務櫃台後面行入去，經過呢條扶手電梯再直行，好快就會見到。呢度可以買車飛、問路線，櫃台側邊仲有部 Cityline 自助取票機，攞演唱會飛都好方便。大巴嘅上車位置喺永東服務櫃台後面嘅扶手電梯落一層，向住壽司郎呢邊行，揾到條通道，行出去就會見到去馬灣嘅巴士站，再向前行就見到永東嘅巴士站牌。開車之前都會有服務人員幫手安排上車。如果搭珠海澳門線嘅豪華小車，上車位置同大巴唔同，買完飛之後喺永東服務櫃台前方行前少少，揾到個扶手電梯落一層，向住葵芳運動場出口行。出咗門口轉右，經過71同匯豐銀行，上車位就喺興寧路新都會廣場停車場入口旁邊，嗰度等車就得。永東葵芳新都會廣場站每日都有好多班車經深圳灣口岸、港珠澳大橋口岸往返大灣區各城市。下次北上大灣區，記得嚟葵芳新都會廣場搭車，快捷又舒適。